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本来昨来表态，讲若是增加2300亿普发现金的预算，安尼补助台电的1000亿，就会使来让步。结果引发到国民党团的反弹，所以国民党的党中央今仔日定调，半台电的补助无要让，而且坚持爱普发到现金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批评，讲国民党都是拍算要借钱发现金救罢免。大罢免投票7月26号就要举行，民团也号召青鸟们10号晚上呢重返立院回访，警方不敢大意，一早就在青岛东路上拉起封锁线和告示牌，基本甲告示牌拢拿出来提兵。民团也向在野党来发话，讲伫大罢免进程，针对重大争议法案，唔通这么老草就做决定。更同时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改变态度。民进党既然不愿意单独针对国防或社会补助另外设特别条例，那大家就各退一步。朱立伦这句一人退一步，敢若就是咧甲哪样暗示？因为听讲国民党团明仔载要拼4100亿的特别条例3读过关，除了连日普发的现金，嘛未过主动国退论性，甲颁布台电的1000亿。也毋过对加2300亿普发现金的支出，正义因素认为，恐惊都爱借钱才有法度指引。借钱发现金是要举债发现金，是要债留子孙来救罢免。他所谓的是让步，但我们认为他是狮子大开口。那执政党的立委无要甲先导，消息就放出来，听讲哪样也反对伫这个时阵放弃。讲后一届电钱审计委员会伫9月开会，去电钱嘛是走过一代志，根本就袂影响到大罢免的投票。所有的一切，我们都会依归在所谓的民生经济的合理发展上面。这步到底敢有要提，哪样唔正面回应？党团的总调吴坤琪也出来讲，目前也未正式来决定，不过就行内部无共调，党中央决定针对台电的颁布会坚持立场。第一会表决进程，先整合内部意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